好啦，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三個撲火的少年。咁我哋第一節嘅時候有講到本教材，佢入邊係講過啲咩啦？咁或者我哋依一節啱啱開始就集中翻講翻所謂嘅中國模式，又或者有啲人稱為北京共識。咁究竟係咩咧？咁首先北京共識呢個 terms 咧係起源自04年啦，有一個美國嘅記者，佢就將中國近年嚟嘅發展成功咧，就總合咗一啲因素，然後就出咗本書叫做北京共識。咁後嚟就頭先講過啦，有啲人叫做中國模式。咁入邊主要嗰本教材咧，其實列咗9個大點。咁我哋或者費事咁沉啦，將佢歸納咗4點啦。第一點咧就係冇呢個經濟自由化。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可能會留意到成日聽到中國實行咩宏觀調控啊，減少經濟過熱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就係一個令到經濟冇，即係唔係有經濟完全自由化嘅一啲即係有措施啦。限制嘅經濟自由。係啦，跟住另一點就係咧，唔跟隨西方政治制度啦，堅持走自己嘅道路。咁呢個我諗其實我哋應間都會再講噶啦。第三點就係用一個創新加試驗嘅形式去創一啲新嘅制度或者改革出嚟啦。跟住第4點就係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廢話嘅，就係一個社會平等嘅權益啦。咁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政權基本上都會有提到呢點，所以呢一方面我就唔係好明點解嗰個記者會歸納出嚟。咁或者我哋逐行剖析啊，講一講政治方面嘅，即係所謂嘅中國模式嘅政治方面，佢嗰個即係特點先啦。咁首先我哋帶翻嚟頭先，我哋一開始第一節嘅時候講過瘋傳嗰兩張 J 圖，即係 Facebook 傳得最勁嗰兩張圖。嗰兩張圖咧，咁其實兩張圖係出自同一頁嘅喺嗰本手冊入邊。咁咧其中一張圖就係嗰頁嘅上半部分就係形容呢個中國共產黨係一個進步、無私及團結嘅執政集團。咁但係對比之下咧，喺美國嘅民主政治制度下咧，就係政黨惡鬥、人民當災，兩個都係大標題嚟嘅。咁咧就去做一個對比，去即係喺個教材入邊就即係好似教啲學生咁樣，就係話中國共產黨嘅執政就係好，而美國民主制度就係唔好啊，有問題啊咁樣。咁大家覺得應該即係呢兩個佢個內容入邊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啲咩值得探討嘅地方咧？或者先講講第一點，即係中國佢嗰個情況啦。佢就係話一個黨管治嘅形式咧，係可以即係冇咗呢個政黨輪替啦，咁就可以延續嗰個政權延續性同埋保持社會穩定。而最主要嗰一點係因為理念相近，因為我哋知道，譬如如果美國嘅兩黨政，即係美國或者其他民主國家嘅兩黨政治，咁通常個理念咧都係南轅北轍嘅，所以喺某啲議題上邊，佢哋就會出現一啲爭拗。譬如大家有印象，之前早前美國都曾經即係話過爭啲，因為財政預算案係啦，兩黨唔肯喺呢個即係通過財政預算案啦，令到要可能出現呢個無政府，即係關閉。即係政府機構冇資金去運作，所以就可能啲公營學校啊、啲機構會關閉，就停止運作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咁就係所謂佢嘅政黨惡鬥人民當中，主要就係講呢樣嘢啦。咁但係我想提翻嘅就係話頭先阿 Hugo 提過一個點咧，就係話即係本教材入面提過一個點，就係話因為中國共產黨入邊嘅內部嗰個管治理念同方向相近，所以確保咗頭先我哋所講嘅美國嗰啲問題唔會發生。但係其實你諗下，中國共產黨內部都有分嘅喎，有左派、有右派，有團派，唔係有團派，有光派。係咯，唔係分得最大嘅係左派同右派兩，因為有啲左派就係即係係好近呢個即係。仲係好支持毛澤東思想啊，仲係好支持行舊一套制度嗰種，譬如薄熙來咁咧，就係屬於左派個代表人物啦。之前喺重慶搞呢個唱紅打黑，咁就同中央政府嗰個所謂嘅有少少偏右派嘅，即係
支持改革開放之後嗰種制度嘅黨派係有分別，所以其實你見到中國共產黨入邊都有分咗兩個大嘅左右派出嚟嘅話，咁你點樣可以話係管治理念相對？因為當你重慶喺度唱紅打黑嘅時候，喺度話我哋要緊跟呢個毛澤東思想嘅時候，但係中央政府係行緊一套改革開放，即係繼續持續改革開放嗰個模式嘅話，其實你已經打晒交㗎咯。其實一個簡單啲嘅方式，大家如果走過去旺角、銅鑼灣一啲比較大型嘅報紙檔，你會見到咧，佢哋有一系列嘅書咧，係比報紙雜誌咧更加多嘅，就係嗰啲中共嘟嘟嘟秘聞啊，太子黨係啊，太子黨惡鬥共產黨，咩18大又唔知點係啦，咁樣一啲咁嘅書，因為大陸買唔到啦，但係其實喺大陸呢啲係一啲好熱門嘅題材嚟嘅，咁點解可以即係頭先 Jason 都指出咗咁多共產黨內鬥，其實你從呢個情況都知道嗰個內鬥程度都係幾犀利嘅。咁係咪即係講話其實中共裏邊嘅分開兩個派別同美國嘅民主共和兩黨係一模一樣，都係一個民主嘅制度咧？唔可以咁講。嗱，又唔可以咁講，因為點解唔同嘅咧？就係美國裏邊民主共和兩黨佢哋嘅意識形態咧係好明顯有對立，即係所謂嘅保守同自由。可以簡單啲嚟講，佢哋支持者基本上係取向完全唔同，咁然後引致到佢哋嘅經濟策略啊、法律一啲譬如宗教或者敏感啲嘅同性戀等議題，其實兩個都係南轅北轍嘅。但係佢哋嘅 concept 咧，基本上你可以透過佢哋傳媒啊或者佢哋出嚟嘅文宣等，你可以清楚知道。但係中國共產黨入邊嘅內鬥，基本上佢哋都係好多係為咗權力鬥爭啊，埋遮遮掩掩噶嘛，喺台底下鬥噶嘛，同喺台面上面鬥係兩回事嚟噶嘛。即係喺美國嘅制度入邊，你每個人有一票去投你支持邊一個黨派，但係喺中國嘅制度入邊，佢哋內鬥只係佢哋入邊嘅窩裏鬥，但係其實佢哋整體嚟講係一個利益集團嚟噶嘛。所以係唔可以混為一談噶嘛。所以相對起嚟嗱，即係自己覺得就會美國嗰方面，即係所謂嘅多黨政治，你係比較可以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就因為你有票去投，同埋你一個政黨輪替啦，就係你一種制度唔 work 之後，然後大家選民可以學精，然後下年可以投下一屆可以投第二個，呢個其實就係政黨輪替嗰個核心所在，而盡量希望令到唔同界別嘅人都可以有機會受惠啦。所以其實頭先我哋講嘅就係一個團結嘅問題，因為佢話中國共產黨係一個團結嘅執政集團啊嘛。但係我哋而家講翻出嚟，其實佢唔係一個完全團結嘅執政集團。咁我哋係頭先可以拉到下一點，就話所謂嘅無私。佢話中國共產黨係一個服務國家、服務為主嘅政黨啦。而美國咧美國嘅政黨咧就會因為自己一黨一派嘅利益啦，或者係選舉拉票嘅需要，或者意氣之爭去拒絕通過由對手執政黨所提出嘅議案啊，或者係任何嘢，就會令到即係有好多政策都執行唔到啊！點。咁其實但係想講嘅就係話，中國共產黨究竟係咪無私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利益集團嚟喎，佢本身係壟斷咗好多國家嘅資源去即係譬如話好多以前80年代嘅時候改革開放嘅時候，好多官島啊，即係政府官員去控制啲國家資源去生財噶嘛。咁其實佢哋唔係完全係為國家為人民服務嘅喎，但係所以其實呢個點其實佢咁樣列出嚟係好奇怪，而且佢美國嗰度反而就係話，因為我有兩個黨喺度，所以每個黨可以代表社會上唔同嘅利益啊嘛。即係話，譬如我係有錢人，我支持共和黨；我係窮鬼，我支持民主黨咁樣，所以變咗就係話，你一個黨入邊得一把聲，你反而係代表唔到成個個國家，你反而係你係代表咗統治集團，即係嗰班咁嘅統治集團、利益集團嘅利益咯。所以唔會係一個無私嘅政黨啦。咁或者我哋而家時間唔夠啦，下一次我哋再講啦。